大家好，今日唔係嚟驗樓啊！今日有突發嘅消息，要即刻話俾大家知。最近大家都知道小米嘅 SU7 最高配版 Ultra 跑車呢就非常之火爆啦，而其他配備版嘅轎車呢發生咗嚴重嘅事故喎。咁究竟係咩事呢？我諗大家都有睇新聞，都刨過下相關好多嘅報道啦。今年2025年3月29號，安徽省磁州 G0321德順高速發生咗小米 SU7 碰撞起火嘅事故，導致咗3人去世。而我哋呢，身在香港，都係早2日先知呢一單咁轟動全國嘅新聞，越炒越熱啦。嗱，以下呢係小米公司公布咗車禍嘅細節，大家都可以聽下。2025年4月1號下晝，小米公司發言人呢就呢件事件喺官網度向公眾交代。即係成件事就喺3月29號星期六晚發生噶嘛。3月有31日啦，30號就星期日啦。3月31號呢就星期一，大家都要返工。4月1號啦，即係星期二啦。嗱，對於我嚟講咁大件事啊，你確實要調查整件事呢，真係唔可以馬虎噶嘛。要通過咁多部門嘅相關人員開工集齊所有人嘅資料，真係需要1日半日。仲要開一個緊急嘅會議喎，佢哋嘅回應速度，我嚴苛啲嚟講呢，都算合格啦。咁佢哋個報告噏咗啲乜嘢呢？2025年3月29號22點44分01秒，小米 SU7 標準版在德上高速公路上行駛中呢遭遇到嚴重嘅交通事故，佢哋對此深感痛惜。咁當然痛惜啦，小米一直係千禧世代年青人擁戴嘅品牌嚟噶嘛，所以多數嘅用家呢都係以年青人為主。剛去世嗰3名事主都係20零歲嘅女士嚟噶咋，我諗佢哋唔會話唔痛惜係咪啊？好，跟住我講埋落去啦。初步了解事故發生前呢，車輛處於 NA 智能輔助駕駛狀態，以時速116持續行駛事故嘅路段呢正在修葺緊，當地嘅部門呢用咗路障封閉咗自車道啦，改為逆向車道。我個人認為呢個先係真係攞命位其中一個位咁我再講翻嘅車輛系統啦，佢就檢測咗障礙物之後發出咗提醒，並開始減速。隨後駕駛員呢就自己接管翻嘅車，進入翻人手駕駛狀態啦。又翻我嘅講法咯，嗱，事主當時應該好醒目，我諗佢當時係好緊急嘅情況之下當機立斷，即刻改翻為人手，並且開始減速啦。佢個報告都寫有駕駛員持續減速，並開始操作翻個車輛轉向，隨後車輛就同隔離大水泥柱發生咗碰撞啦。碰撞前系統最後確認為每小時97公里，碰撞後系統就即刻同車主取得咗聯繫。咁經過了解之後原來唔係本身嘅車主駕駛㗎。同時間緊急救援呼叫車上嘅乘客，我諗佢呢個緊急救援員係小米方面嘅人啦。咁一邊叫緊嘅同時同步就報警啦，並呼叫120急救服務。去到呢一刻我就覺得要公道啲講啦，佢呢個系統又冇偷懶喎。咁跟住警方隨即抵達現場全面介入咗調查事故。小米方面同時就第一時間成立咗專責小組。第二日即係3月30號星期日啦，趕到去嗰邊啦。喺警方指導之下，佢哋積極配合調查取證啦，同埋各項工作，並於31號星期一嘅晚上依法向警方提交佢哋所掌握嘅車輛行駛數據同埋系統內運行嘅信息。即係簡單啲嚟講好似我哋飛機上嘅黑盒咁啦。嗱，小米方面發言就話將會繼續全力配合警方做嘢，仲會嚴格遵循調查結果，確保事件係公開透明嘅。跟住佢哋仲話，佢哋嘅專案小組亦都會將警方許可同埋予指導之下同事故嘅受難者家屬取得聯繫，全力協助善後嘅事宜並會提供支持同埋幫助。
簡單啲嚟講呢，你想幫人都得，但係一定要咧得到警方嘅指導先可以啊！嗱，我覺得小米就暗示啦，嗱，你唔指導我呢，我都唔會主動聯絡佢啊，費事公眾以為我哋呢俾咗暗口費啊！就我個人嚟講，一間咁大嘅公司都唔係咁大間公司啊，係成個集團嚟講叫做企業啦。喺發生事之後佢哋都算有人性啦。嗱，你哋可能會話佢都係為咗自己嘅股價嚟嘅啫。咁不如咁講啦，佢哋乜都唔做啦，又俾你哋話冇人性㗎啦。嗱，與其佢係都冇人性啦，咁不如俾佢做啲嘢先再講啦。始終都係死者為大啊嘛。而我自己呢，就希望佢哋嘅家屬能夠盡早釋懷，好好同小米方面呢溝通，爭取最良好嘅權益啦。雖然我同3位事故者係唔認識嘅，都願佢哋能夠盡快離苦得樂，好好安息。好，咁我就精簡翻以上我講得唔清楚嘅嘢先。嗱，車裏面呢有3位事主，全部都係女性嚟嘅，而3位都唔係呢一架車嘅車主，所以呢喺小米系統上就冇登記佢個人資料啦。當架車出咗事嘅時候系統就自然同車主聯繫。但係呢，據稱呢位車主係呢3位事主其中一位嘅男朋友，或者叫做男友人啦，所以就發生以上有少少對接唔到嘅位啦，我喺度解釋翻俾大家聽。咁亦都有講法呢位事主係真正嘅車主，因為呢架車係貸款嘅，唔夠稱嘅關係借唔到錢。咁但係呢，就唔喺我今日嘅話題裏面啦。好，不如我哋睇翻佢哋系統嘅信息係點樣報備咗出嚟先。呢啲信息呢，只要你去翻佢哋個官網呢，就可以睇到噶啦，唔係咩秘密。不過為咗方便觀眾我自己就整咗個懶人包出嚟，放喺熒光幕上啦。公佈如下，3月29號22點27分17秒 ，NOA 激活咗，我哋叫做 active 咗啦。車速去到每小時116公里。咁去到22點28分17秒，車輛就向駕駛員提示咗輕度分心報警警號。我諗佢嘅意思係有少少提示聲音俾司機，但係又唔係好嘈嗰種，叫司機唔好分心咁啦。到咗22點36分48秒，發出咗脫手預示警告。呢個提示，如果大家有睇開我嘅片呢，都知我嘅亞道3都有呢個功能。你係唔可以完全放手，喺軚盤上會有個 sensor， 佢會用滋擾性嘅聲音呢嚟嘈醒你嘅。咁但係呢，而家小米嘅系統咁新啦，佢直情係用語音提埋你，將手呢放翻上去軚盤上。咁點解我會知呢？因為我之前試過車啊嘛，我都有放片上我自己嘅 channel 裏面。到咗22點44分24秒 ，NOA 呢就發出咗風險提示，叫司機呢請注意前方有障礙，並發出咗減速嘅請求啦，並開始自主去減速。到咗22點44分25秒呢 ，NOA 呢就被接管啦，即係呢進入翻人手駕駛狀態，方向盤嘅轉向向咗左邊22點0625度，制動器呢個踏板開到31%，攞翻個圓規出嚟睇下咩概念啦。我呢度呢就唔多講啦。咁但係呢，我就有少少嘢補充，佢喺1秒之間呢進入翻人手駕駛狀態，已經係算反應得好及時㗎啦。大家諗下啦，1秒你可以做到啲咩呢？即係雙手即刻擺翻喺軚盤上邊，都做唔到啲乜嘢㗎啦。因為車行緊110幾公里啊嘛，1秒都可以發生好多事㗎啦。到咗22點44分26秒，又係得1秒時間啫。方向盤呢轉向角度呢向右1點0625度，制動器呢開到38%。從以上嘅分析呢，呢位事主係女士嚟噶嘛，佢嘅反應都唔錯，佢可以將個軚盤本身喺左邊嘅22度幾呢，跟住1秒時間之間向右邊翻返去1度幾，即係可想而知，佢嘅少少微調就不至於亂咁舞啦。我相信佢嗰個時候已經進入咗救車嘅狀態啦。
而頭先佢個制動踏板呢，就係31%，去到1秒之後啊，達到38%，短短1秒之間踩深咗7%啫。換言之呢，我覺得佢喺制動板上隻腳呢係冇放鬆過，亦都唔係亂嚟喎。嗱，我再強調一次啊，呢個係我個人嘅分析啫，唔多中肯㗎。好啦，到咗22點44分26秒至到28秒之間呢，車輛同埋水泥護欄板就發生咗碰撞啦。嗱，我加多句啦，我覺得事主呢係好努力救過車嘅，但係最終都係有碰撞啦。好啦，到咗22點44分28秒，車端嘅 eCall 咧觸發咗啊！eCall 係咩意思呢？佢係歐洲倡議咗任何地方發生咗碰撞嘅駕駛者提供咗快速嘅援助。而家好多新車嘅系統都強制性要配裝一個 eCall 嘅功能，簡單啲嚟講呢，叫做 Emergency Call 啦。到咗22點44分39秒，換言之咧，過咗11秒啦，車嘅 eCall 咧接通咗事故嘅發生，並報警呼叫當地嘅120急救服務。到咗22點45分06秒，取得咗聯繫啦，確認車主駕駛並非係車主喎。我諗當時車主都嚇呆咗啊！無啦啦有人打俾佢，無啦啦就問佢你有冇事啊？我諗佢啊，當時嗰一刻啊，最擔心就係自己嘅女友人啦。我諗佢當時都唔知點答佢好啊，因為成個腦都繃緊晒啊嘛。嗱，從以上嘅數據顯示，佢嘅 eCall 咧一路報警嘅時候咧，另一邊就同車主去聯絡啦，只不過係用上29秒啫，其實都好有效率噶啦。到咗22點47分15秒，調配120成功啦。到咗23點幾呢，120嘅部門咧抵達咗現場啦。好，以上嘅系統報告已經講完。事主從碰撞時間22點44分26秒至28秒之間啦，呢段時間架車就起火啦，直到有人嚟到現場救佢哋啊，即係23點幾啦，起碼都用上咗大半個鐘頭啊。最致命傷係呢個電池起火，另一個致命位係個電子門鎖唔能夠打開啊。大家都可能擔心，好多電動車都係用電子門鎖噶嘛。就算你話舊款嘅 Model S 呢，都係。如果大家擔心買電動車嘅時候呢，係配咗一個電子鎖俾你嘅時候，咁你係咪一定要買翻架機械鎖穩陣啲呢？你哋會點揀呢？留翻俾你自己諗啦。不過我就會提出一個論點，如果車門受到猛烈嘅撞擊之下，無論係電子鎖亦或係機械門鎖都好，車門經過猛烈碰撞之後會突然變形，裏面嘅電腦系統會斷開，而機械系統都會一樣被扭曲啦，或者係系統死機都會造成呢唔能夠打開。無論係電動車亦或係油車都係一樣噶啦。而我自己覺得呢，大家都係慢慢揸車好，唔好超速啦，亦都唔好冇打指揮燈嘅時候呢亂咁爬頭，亦都唔好開着咗自駕系統嘅時候呢唔理路面嘅情況，最好唔好掛住傾偈，又或者全部人瞓晒覺。嗱，呢個係勸喻嚟嘅啫，我冇話涉事嘅事主呢有以上嘅情況啊。咁大家都可能會話啦，呢個超車只不過係一邊車頭猛烈撞擊啫，點解後邊嗰兩道門係開唔到噶？嗱，呢一方面呢，我就唔係專家，答唔到你啦。但係我有一個好實用嘅建議，我自己最近就買咗一個敲車窗嘅手柄，因為大家可能係我嘅訂閱者啊，都知道我平時去旅行嘅時候都會租車揸。我希望呢，去旅行嘅時候呢，都可以帶埋佢去，萬一有咩事上嚟啊，都可以用得着。到時唔通用個拳頭敲打車窗咩？而家發生咗咁大件事，大家都有好多爭拗位。呢個責任最大嘅責任者呢，當然係小米佢哋啦。但都有另一啲爭拗點喎，有人就匿埋咗喺高牆之下。咁呢位大哥喺邊呢？嗱，而家互聯網啊，透明度咁高，實俾我哋咧捉到佢出嚟嘅。佢就係電池商啦。聽講小米電池咧採用咗兩間公司，一間係寧德時代，另一間係比亞迪喎。
對於比亞迪嚟講呢，我同陳太就充滿咗信心啦，因為我哋而家嘅亞道3呢，出去之前啊，都有了解過佢嘅刀片電池，做過咗好多針刺嘅測試。之前我條片都有講過，大家都可以 fact check 一下。至於涉事嘅車啊，究竟係用咗咩電池呢？大家都非常之好奇啦。嗱，寧德時代呢，有投資者曾經喺互動平台上就問啦：3月29號發生咗事故嘅汽車係咪用上咗貴公司嘅電池啊？寧德時代呢，就即刻回覆啦：唔係我哋電池喎。嗱，當然佢咪用廣東話答啦，可能我講得衰啫。如果唔係寧德時代呢，比亞迪又冇出到嚟認頭到喎。嗱，有專家話呢個責任要認定的話呢，存在咗好大嘅複雜性，因為寧德同埋比亞迪又同小米啦，即係3間公司開發咗一種電池出嚟都唔奇。咁邊個百分比係最高呢？咁當然啦，佔百分比最重嘅責任就越大啦。目前啊，仲要需要等警方具體調查結果。嗱，根據小米而家嘅說明嚟睇啦，佢話自2016年 Tesla 推出咗自動駕駛功能以嚟呢，國內外啊，包括咗美國已經發生咗好多高速公路場景下嘅典型案例。換言之呢，呢啲事啊，有好多案嘅例子可以參考到啦。咁作為食花生嘅我啊，就做唔到啲乜嘢啦，要等呢有關方面呢睇睇調查結果係點。對於近期賣得好火爆嘅小米 SU7 Ultra， 佢嘅訂單呢喺出貨之前會唔會升級一下，避免以上嘅事件發生，再交貨俾新車主呢？又或者可能新設一個買車嘅冷靜期啊？嗱，假設如果我真係訂咗呢架車嘅話呢，我真係好擔心呢個問題，分分鐘個訂都唔要添啊！嗱，我冷靜啲講啦，一方面呢，訂金唔要嘅話呢，可唔可以換其他嘢呢？嗱，正常嚟講就唔可以嘅。不過發生咗咁大件事啊，作為小米最高層嘅雷軍，你會點操作啊？嗱，當然，假設我係車主嘅話呢，我唔係要因為呢不幸嘅事故發生咗而詛咒到你冚包散啊！我想你賺到錢之餘呢，要確保消費者嘅體驗係開心，最重要係保障到性命財產嘅安危啊！好，我會繼續同觀眾保持跟進事故，希望各位觀眾對事就唔好對人。大家如果留言嘅話呢，請有建設性地互相討論。請 subscribe、like 撳埋個啷啷，再幫手喺社交媒體度分享出去。願涉事者啊能夠早日安息，同埋啦家人朋友盡早釋懷。願你哋爭取到理應嘅賠償啦。